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ank you. 欢迎尊敬的达赖喇嘛。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I am extremely happy 我非常的高兴 having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with 能够有此机会 public 能对大家because 分享 my main commitment 一起分享，因为我最主要 two things. 的一个义务呢， Number one 就是 commitment 两者。第一个义务 promotion of 就是推动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 that's human level, 那是针对人性的一个层次上来讲， same human being, 我们都是人类啊， different color, 不同的颜色、 different rac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不同的种族，或者是不同的国籍、 or 不同的宗教， differences with religion or not religion, 或者是宗教信仰者，或者是非宗教信仰 doesn't 者， matter. 都无所 We 谓 all， 因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类。 In fact, 实际上， entire 6所 billion 有的 human beings are 60多亿人口都一样，都是人类。 mentally, 从心的 emotionally, 层次上、身的层次上、 physically same. 感觉、觉受上，我们都是一样的。 So 因此呢， now today's reality, 以今天的现实情况而言， whole humanity 整体的人类 actually 实际上 is just was the 只是 member of one big human family, no differences. 一个人类的大家庭般 And moreover， 没有任何的差别。 Individual or individual nation or individual family, 个人的家 even 庭， individual 或者是 person, 个人的种族、国籍， also 或者是个人等， future 或者是个人的未 or 来， happy life, 以 much 及 depends 快乐 on the 的 rest 人 of 生 the 等， people. So that's the 都 reality. 必须要完全依赖他 Not 者。 like ancient time. 这是今天 So 现实的情况， with this 跟 new 往昔 reality, 的状 now 况是不 we 同的 must。所以根据随着今天现有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的做法呢也要改变。那也就是我们必须把60多亿人口视为同一个家庭。 just one's 如果是在 own 古老的一个时代，我们只要想到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或者是想到自己的一个 Australian 团体，或者自己的一个社会，或者是自己所居住国家， 这样就可以了。就像是澳大利亚这里来讲的话，你们只要想自己的一个国 your 家、 livelihood 自己的一个土地 depends 就 on 可以 other 了。 continent. 但是今天的现实状况并非是 And 如此 then 啊！ more important 我们为了生存，必须要跟其他的国家、 was the 跟外界接触才有办法。所以， problem, like global warming. 所以我们现在有为什么非常注重环保的问题？这是因 The 为 entire humanity. So 我 therefore, 们的生存不再是属于独立 we 了 have，to 必 think 须要去依赖着60多亿人 well 口。 being of entire humanity. 所以，为了能够生存， So now 我 here, 们必须要去思考，我们必须要去注意到更多，甚至于全球60多亿人 sense 口。 of responsibility, 因此，我们必须 very 要有这种全球人类的一个责任。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这是非常重要的。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come only through sense of concern of 全球的 well-being 这 of 个责任、责任感，最主要呢是来自于 So therefore, 对于他人的一种体谅，或者站在他人立场的一种着想。 or sense of 因此 concern of other 慈爱、 is the key factor 关怀他 to 人， bring real peace.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能够带来世界的和平。这也是为什么我第一个义务呢，是推动人类价值。这是我的第一个最主要的义务，这也是基于人类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本性和天性上而来去推动这种的义务。那第二义务呢？我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因为我是佛教的僧侣，我是宗教信仰者，所以以这个角度，以这种的身份，所以很明显的，每一个传统的宗教信仰都是对人类的社会呢，带来极大的贡献，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面对无法解决的这种困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心灵上的一种依赖啊。尤其是当我们遇到挫折，没有办法去面对，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时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自杀的这种问题，或者是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这是因为没有办法操控，在无法自主的一个情况下呢，所以我们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心灵上的一种依赖，心灵上的依靠。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的传统信仰、传统的宗教信仰具有这种的能力，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当我们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呢，让我们的心灵找到光芒，找到希望，来去面对这些种种的挫折或者是困难。所以当时，当我们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信仰会带来希望。主要的传统的这些宗教信仰都具有相同的这个教训，相同的开示，那就是慈爱，或者是关怀。因此，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一个和谐和团结变得非常重要了。否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会有一种满足的一个感觉，因为像是经济或者是物质的一个满足，所以会觉得说这样就够了。而且我们会觉得说，宗教信仰呢带来许多的战争，或者是带来这些的种种的复杂的一些负面问题、负面影响等。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第二个义务呢，就是推动宗教之间的和谐。所以这两者的内涵呢，是我对公开演讲或者是媒体时常推动的最主要的一个内涵呢。改变必须要从个人去改变，由个人去改变家庭，透过这种的方法，才有办法真正获得整体的一个改变，获得社会的改变。因此，我非常的高兴能有机会呢，跟群众见面，或者是与群众互动，不只是公开演讲以外，最主要是交换之间的意见。一开始我虽然讲几句话，但是透过你们的一个问答题，那以及我必须得回复的缘故，所以透过这种问答题的一个交流，所以有时候呢，对我也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利益，因为有时候会提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所以这些的问题的内涵我未曾想过的缘故，所以呢，所以我必须要去认真的思考。那透过这种认真的思考呢，会给我带来一个新的想法，所以对我来讲有很大的一个真实的利益。在过去的前几天在这一个会场，每一天呢，我们花了4个小时来去教授，一直在讲授。
我们最主要是针对佛法的一个内涵而来去做讲授，但是今天在此很纯粹的 secular way. 是非宗教信仰、非宗教的这种 So, 内涵呢。 so firstly, I want to 所以 thank 首先我想要感谢 organizer. 邀请单位， You organize this opportunity. 您给予了这个机会，所以我非常的随喜， And then also people, 以及在此的听众， I think this I think was a weekend, right? I think you must busy. Go 这个 some 礼拜 other 六和礼拜日， entertainment, 你们应该 but 会非 you 常忙碌的想要去休闲， entertainment, 但是你们并没有去休闲活动，也没有去所谓的 so呃 thank you. I appreciate. 就是夜店去玩耍，但是你们来到此地来听我的演讲 We have 很不简单谢谢你们。当然，这些的出家人无论是出家的男众或女众，是不会去夜店的 But rest of you see, you are free. You are free. You see. 那他们除了他们之外，在家人你们呢或者是一般的这个男女，你们 Thank you very much. 可以可以去随心所欲的去娱乐你们想要休闲的活动，可是你们没有，却来到此地，非常的感谢。 So now, the promotion of human value. 推动人类的价值， I feel 我觉得 three ways. 透过3种的方式。 Number one, 第一者， through theistic religion. 透过造物主思想的这种宗教信仰， That also very, very powerful 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 to bring conviction. 带来更大的一个坚信，有关慈爱的坚信。 God made 为什么呢？因为慈爱正是上帝或者是造物主给予我们世人最大开始的一个精髓精华所在。 infinite love. 因为上帝或者是造物主就是无限的爱， Theistic religion, 所以根据 we 造物主思想者 creatures of God. 或者是造物主的这种宗教信仰， Ultimate source come from God. 上帝或者是造物主创造了我们， Therefore, 所以代表说我们被无限的爱所创造。 each of us 因此， who move 我们基于被无限的爱的这个象征的上帝给创造，或者是给这一种的造物主给创造，所以我们更需要慈爱啊。 So one of my Muslim 所以有一位我的回教的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讲到了， as a Muslim, 身为回教徒， genuine practitioner of Islam, 真正的回教修行 must 必须要延伸、伸展 慈爱、 kindness, 关怀， entire creature 对于所有被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就像爱阿拉般的来去爱护、来去珍惜、爱惜。 pressure about Islam nowadays, unfortunately. 但是很不幸的，在今天，许多人对回教呢有个负面的影响，有个负面的看法。当然，在回教徒里面，绝对有行为非常糟糕的这种恶劣行为的人呢，在任何的社会或者是任何的一种情况下，都会有害群之马。 Due to this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害群之马 generalized 而去指责或者是谴责这一个的整体，那这样的话呢，这是不公平的。 nature is religion. All carry same value.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传统的宗教信仰都带来相同的讯息， One is 那就是推动人类的一个基本价值，也就是慈悲和爱、关怀。 that's a product. Sense of 所以由这一种的一个推动，所以呢，我们会带来更多的宽容、忍辱以及知足、 automatic 自律等的这些善德呢，也会由此而产生。 promotion. 这是一种推动人类价值的方式。那第二者， Promotion of human value 推动人类价值是透过非宗教信仰非造物主信仰，像是佛教或者是像是赤罗派等，
虽然我们不认为有造物主的存在，但是呢，却是从因果而产生。每一者都是由他自己的因缘所产生的，而说到了业果。虽然没有造物主，但是呢，透过了业，或者是因和缘而产生这一切。那这一种的一个说辞，也意味着所有的痛苦和快乐，或者是成就或不成就等，这一切呢，或者是好正面的，都是因为由正面的行为而去产生正面的果实。痛苦等，或者是负面的这一些果实，同样的都是由他自己相同性质的因缘，那就是来自于像是伤害、损恼他人的这种行为，负面的行为，而去造作负面的业、恶业，所以由此带来了痛苦，以及负面的影响等。由正面的业带来正面的果实，由善业带来善果。因为你要快乐，因为我们不想要痛苦，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伤害他人、损恼他人的这种行为，像是欺骗他人，或者是杀戮他人，或者是性侵害等等的这种的行为恶行。因为我们要快乐的行为，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累积更多的善行。那像是帮助他人，对他人做出利益的善行，这是另一种的方式来去推动人类的价值。那也就是推动人类价值的慈爱和关怀。那第三者，我们是必须要有的。没有透过宗教信仰，只是纯粹的透过我们的尝试以及共同的经验，尤其是根据最近的科学结论，在这一种的基础下，我们可以带来对于慈爱关怀的一个坚信。怎么带来呢？这我就称为非宗教的善德。那这一个内涵里面，慈爱还有关怀等，我相信绝对可以透过非宗教的一个途径来去承办它、培养它的。透过我们的尝试，或者是根据科学的一个结论，我们可以推动这种非宗教的一个关怀和爱。这是第三种的方式，也就是非宗教的这个善德来去推动慈爱和关怀。这个就是我最主要深感兴趣的一个内涵。在多年前，我遇到一位德国人，他是一位部长。那于是呢，我们就谈到有关道德观念。那他有一个想法，也就是任何的善德都必须要透过宗教信仰才有办法产生。但是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透过什么样的宗教呢？那又很麻烦了。是要透过有造物主的宗教信仰吗？或是透过非造物主的宗教信仰吗？那就非常的困难来去抉择了。因为认为有造物主信仰的信仰者，他认为非造物主的这种宗教信仰，它不是真正的宗教。像是印度有太多的这种宗教信仰者在那里，有不同的信仰，所以每一者都有相同的权利，所以都应该互相的尊重。因此，印度的宪法里面呢，这些法律的一个专家，或者是宪法的这个专家，像是甘地等，
secular 在宪法里面有说到了，他们的宪法是属于非宗教的一个宪法，这代表什么呢？ to any particular religion. 并不偏向于任何一者的这一个宗教信仰。 That secularism does 但 not 是 mean 这种的非宗教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反对 some my friend 宗教，但是有一些我的朋友，他们觉得 secularism 所谓 means secular 就是非宗教的意思， disrespect what 是反对其他的宗教，这个我不认同。 Indian sort of a view. 就我知道的而言以印度的这种观点来去解释这一个词，并不是这样解释的。 Indian constitution secular means 因为印度的宪法的非宗教的意思呢，而是尊重一切的宗教信仰， respect 但是在这个同时 non-believer. 也包括尊敬 Very important. 非宗教信仰者。这样的话是更 So therefore, 这样的话真的是非常 you take this sort of view 非常美妙的一种诠释。 must based on religion. 所以道德观念呢，如果是基于这种非宗教的一个途径的话呢，那可以包括一切宗教和非宗教。 Some portion of the society essentially non-believer.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宗教信仰者，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呢。所以这些的人，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具有感受的， Compassionate person. 他们也更需要成为一个慈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对这些人说到一个慈爱的观念呢， Be warm, 如何让他们成为懂得爱和被爱的人呢？ 你不能对他们说宗教的一种概念啊， or quotation. 或者是宗教的理由啊，或者是引用宗教的经文。我们必须要透过不同的一个途径， Conviction. 为了使这些的非宗教信仰者 I am no religion. 坚信慈爱。虽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仍然知道慈爱、关怀、爱和被爱，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自己的快乐的一个人生，或者是快乐的一个社会而言，慈爱这是相当重要的，要必须让他们了解到这一个实相。所以非宗教的一个途径，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什么是有尝试 Even I think animal, 来去建立这种非宗教途径的一个慈爱呢？ no constitution, no 像是动物来讲的话，他们没有自己的一个警察，也没有自己的一个宪法，也没有自己的一个法律，但是 like these social animals 像是这些 live together. 像是我们社会的动物会一起共处， I think their behavior, I think, carries 那他们的行为， sense of community. Like bees, 他们会互相的沟通，像是 social animals. 蜜蜂或者是其他的的这种 For their survival. 必须依据团体而去生存的这些动物的。 So by nature, 所以因为他们的身体的所需，所以在这种自然的一个需求下， they have sense of cooperation. 所以呢，他们互相的团结， And then all mammals 以及一切的哺乳类动物 entirely depend 完全的 on care. 依赖着他者的这种关爱，才有办法成长的。尤其是在Time of young age. 幼儿的时候， By nature, in order to 因由这一种自然的情况，为了要生存， others care. 所以必须要透过他者的一个关怀，在一个被爱的一个基本需求下呢，才有办法成长。但是这并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也没有接触到所谓的法律或宪法等，而是很单纯的依由自然的所需，所以他们必须要有这种的慈爱。 Except you see some 除非像是 I mentioned, like 我在其他之前有说到，像是乌龟等呢，有一些的动物， as in their 它们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所需上， and because of that, take care oneself. 像是小乌龟，它生存的话呢，不需要经过母乌龟的照顾，
所以它就可以独立生存。 mother and 所以他们不会母子不会互相的相遇。 I often feel 所以我时常感觉到， by nature 这些的动物呢， mother's care 它因为生存不需要母爱，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母子相遇的时候， I don't think 我不觉得 have they 他们之间会有 each other. 爱与被爱之间的一种互动，我不觉得会有如此。 Human beings nature 可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性而言， reborn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是从母胎生下来的。 or survival 一生下来之后，至少我们要好几年，必须要在母爱的一个关照下，要吃母奶，我们才有办法成长。 without that 必须要有人像母亲一样给予我们爱和关怀，否则的话，我们会死亡，不需要几天， a few days you die. 我们就会马上的死去。 So our survival 所以我们的生存， because 因为爱和被爱，一有这种的互动，而这是来自于他人与我们之间的这种爱和被爱的互动。 finding 所以透过科学家的一个 young 观察研究的一个结论，这个小猴子和母猴呢， monkey 以及跟其他的小猴 separate from mother. 还有母猴，他们分成2批，于是他们去观察，去做研究， Then they found 于是呢，他们做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这些的小猴子，跟母亲在一起的话呢，是 more playful. 比较温柔的， Those young 比较温驯的。 from mother 但是如果这些小猴子 often fight. 没有跟母猴在一起的话呢，会时常打架，而且呢，脾气非常的暴躁。这个就是天性了。我们人类也是有同样的天性的。我们在小时候， In the family full of affection. 如果在这一个家庭里面，大家互相的关怀、爱和被爱的一种温暖下，这个小孩呢，在这种的家庭背景成长的话呢，他会更加的快乐的。他的天性是快乐的，但是另一种的小孩，他缺乏了爱和被爱的这种关照， One time 因为缺乏了这种的互动。 many years 在很多年前，在 Poland 的时候，我参与了一个，我去拜访了一个儿童之家。 I'm the one. 那这些儿童被视为被抛弃的儿童，我真的感到非常的伤心难过。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还有衣服，以及家居住的地方，但是没有 Affection from their mother or from their 真正的母亲来去关怀他们， close one. 给予他们爱的温暖呢。 Taking care. 有一些人提供了食物还有衣服等，虽然是如此，可是我真的想到， When they grown up,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拥有着什么样一种个性呢？ so therefore, 所以 our common experience 这是我们的尝试， and 可以去了解的。 then they 透过这种的一个共同的认知，再加上医科学的一个研究的结论，我们可以知道， born child in mother's womb, mother 在母亲怀抱里面被拥抱过的， very crucial. 母亲的拥抱对于孩子的心灵，尤其是和平的心灵，还有脑部有极大的帮助。 Mother's simply physical touch is a 而且身后 important 母亲要反复的来去拥抱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一种的接触，尤其是肉体上的这种接触呢，对他们的脑部有很大的帮助。 nowadays. Some specialists, some scientists 最近 begin 越来越多的这些科学家，还有这一方面的专家， calm mind 他们 is 都察觉到 very important. 和平的心、平静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够带来身体的安乐。 Fear, anger,
不需要的这种畏惧，或者是嗔恚、怨恨， eating our immune system. 会吞噬我们的免疫系统。 Calm mind 可是相反的，冷静的心、宁静的心， our immune system. 则是促成我们免疫系统的最主要的 So now, 主因来源。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 what is the cause of 什么样的因缘下会产生这种宁静的心，或者是嗔恚的心呢？ compassion, 只要有慈爱的话， sense of concern of others, 或者是为他人而理想， there 或者是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着想的话， much less distance. 我们就会减少 Think 负面的这个 oneself. 情绪。如果只有想到自己，完全不去在乎他人的话，因为你只有想到 You also feel 你的 others also 思想范围 maybe 只有想到自己，或者你可能会认为说，只想自己的话，这会带来自己的快乐。可实际上，它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就像是 丈夫夫妻之间的一种相处。如果只是想到自己，没有去想到对方的话呢， and divorce. 那最后会很容易离婚的， So 因为他没有完全体谅他者。 所以体谅他人，互相的信赖，这是 respect 关键呢、 taking care, 尊重他 full 人， care of others, then trust. 关怀他人，才会产生 Only 信赖。 extreme self-centered attitude 如果只有想自己的话，把自我为中心点的话，是很难真正的升起信赖的。 without trust, 没有了信赖， how can develop 我们怎么可能 genuine friendship? 增长真正的友谊呢？ So 所以， trust, I think in human society, trust 互相的 is 信 very 赖，尤其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这是 based 非常重要的。 on warm-heartedness 这最主要是来自于温暖的心，那就是尊重他人， about others' well-being. 以及体谅他人，站在他人的立场上 As 去 a 着想 result,。由此， mind become much 我们的心就会更加的宁静， and in deep insight, 在内心的深 a 处， compassionate person never 越 feels 多的慈爱， loneliness. 他绝对不会有孤独的感觉。 And I think 而且我想， very good not having sort of depression, 他不会内心的深处呢产生负担的。 lonely. 如果一直想自己的话 I 呢， cannot 内 rely. 心孤独的感觉呢，绝对会存在。 Right. And then eventually 他就会觉得说， helpless. 没有了内心的依赖，于是呢，就会觉得说无奈，或者是无助， And also 而产 now, 生内心更多的忧虑 another 或者是负担。 situation. One medical scientist 而且有一次，我遇到了 that's 医 New 的 York 科学专 on 家， occasion, 在纽约的时 he 候 mentioned,，那他说到了， as his sort of what's the research 透过他的研 according 究 his data. 透过他的一 He 个 mentioned at that 资 meeting, 料显示， those people 他说到了， who often use 无论是谁，如果时常 sort of come in his or her sort of 从他的嘴中 speech, 时常听到 me, 我 mine, 或者是我的、与我等 that these people 这些的人呢， have greater chance 会有 of 很 heart 高的 attack. 几率会罹患心脏病。 Although he didn't explain, 虽然他没有解释，但是我那时候感觉到 that may be some connection with mental attitude.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个是因为心理的一个 Persons 思想的关系， often use these words. 所以无论谁 Words 时常 usually 用这种我和与我或者是我的这种词句，因为他们的想法上 very 一直想自己， skillful diplomat may be exception. 除非他有一个特别的想法， Nice words, but thinking here something different. 或者是他们嘴巴上讲我的时候是非常擅长的去讲我和我的与我等，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Of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minds, like that. So, so one my 所以 scientist friend, 我有一位科学家的朋友， very expert, don't 他对这个 Expert 表 in 情 facial expressions, reading 的的一种 facial 观 expressions. 察呢是相当的专业的。
所以他可以透过你的脸部的一个表情， word from others 他不需要 sight, 透过他人的一个言语的表达，只是看你的眼睛， cheeks and 或者 cheeks 是看到你的面 cheeks and tika. 脸颊， I don't know what to call this. 或者是你的下巴等， And these things, yeah. 或者 So 是 these are 你的嘴 movements. 角，或者是眼睛 He can 眼角的这个 What is going on in that person's mind? 变化，他可以知道说你到底在想什么， So he can be, I think, a good spy. 他可以成为一个，我相信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间谍。 We already now worked out some one book. 我们有一起在写一本书， I think 我 end 想 of this 应 year, 该 may 在今年年底可以出版吧。 So, so therefore, you see, unless you see someone really expert, you see, to 除非 show you see double face, right? 你真的 Double face. 非常 Otherwise, usually 擅长于 words 做双面人， reflection of 但 their 是 feeling. 一般的人他会透过言语可以 The people 从此可以知道说他平常的想法是如 I 何。 like that. 所以这些人如果时常讲我或者与我我的话，在他们的思想上呢， Extreme self-centered. 是把自我视为中 As 心， a result, 过分的只自我为 sometimes 中 I 心。 call inner door, then closed. 所以我把这一种的人诠释为把内心的门呢 You 关闭了。 find very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所以你这样的话呢，真的很难与他人沟通了。 Think other 可是思想 as the same human brother. 站在他人的立场，像是 It 见到自己的 automatically 其他的 opens 人类的 our 兄弟 inner 姐 door. 妹般的话，就是打开内心的 Very easy to communicate with 大 others. 门。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很 I think 诚 that 恳 much 的、 experience, 很踏实的与他人沟通。 I often used to have that kind 互 of 动。 experience. When I talk, 我有这种的感觉。 isn't this- 当我在演讲，像是现在这个 I 机 do 会 not 上 have，the feeling, 我没有some distance. 我没有距离感， Yeah, 我并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样。 whether whether I talking with few group of people or my old 无 friends, 论 or talking 我是 with 跟 1,000 people. 少数的人，我的朋友们讲话，或者是我跟上千的人讲话，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差别， Stranger, right? 我不会有这种的差异。 So it easily, you see, they 所以 communicate. 这是因此我可以很简单的 And as a result, 能够与他人沟通。 immediately feel very 所以 close. 当我们站在他人的立场去着想的话，当内心的大门打开的时候，我们与他 In early 人 part of 互 my 动 life, 就容易建立 in 双方 50s, 的一个互信。 when I visit Peking, 当我在1950年代的时候，我去北京 some cities in China, 以及中国大陆里面的一些城市。那之 again, 后 visit different places. 我到了5、6年的时候呢，我来到了印度以及印度里面的一些城市等。 Very nervous 那时候呢，我时常紧张，紧张于 because you see, in the 紧张 mind, 关于要说什么样的一个内涵，因为我的内心里面与他人保持一种 so 距离， that creates this additional sort of problem. 所以这一种的内心深处与他人的一个距离呢， Consider other. 就会产生种种的畏惧。如果把这个距离拿掉的话，完全马上消失这些种种的畏惧， Very easy to 那 communicate. 就可以非常简单的与他人沟通，没有任何的问题。 In case, 因为我把它想成是另一个人类的兄弟姐妹们， in spite you sort of reach out, reach out. In spite that the other side a little difficult, then you have right to take different position. Okay. 当你伸出了你的双手的时候，无论他人的反应如何，如果他人反应不是那么正面的话，没关系啊，你可以改变你一个姿态啊。 And sort of straightforward. Then some people 所以有时 still 候我有这种经验 little bit sort，of 也就是我与他人给予直接正面的一个反应，但是他人的一个反应呢，并不是那么正面的时候，我觉得 in 也 spite- 无所谓啊。 In spite sort of my sort of sincere sort of attitude. 虽然我的一个真诚的一个流露出来的一个表态 Reserve. Then of course, 其结论虽然没有这么的理想，但是无所谓 I 啊。 can also, you see, I can act accordingly. So then 我可以假 you 装 will not 无 have 所事 some 事 kind 啊 of，regret. Your side. 但是你不会有后悔，为什么呢？因为从你的心里面，
你已经跨出了 then not 这一 successful. 步了。纵使没有成功， Okay. 无所谓啊， So these are, 也可以的。 I think, so therefore, 因此， they just think oneself. 只是想自己的话， Then your whole mind 那你 becomes 的 very 所有 narrow. 的内心的 As 世 a 界呢， result, 将会 even 变得非常的 small 窄 problem, 小、狭窄。 your problem, 纵使一点点的小小的问题，或者是小小的挫折，你就会把它 unbearable. 看着非常的大，没有办法忍受。 If you think more humanity, 但是当您 others, 思考到，或者是站在更长远的一个立场去着 your 想的话 own，problem, 所以你的内心的范围呢扩大了， much 随着你的思想扩大了，延伸了。 not 所以纵使自己有再大的挫折， you meet his eyes something wrong. 我的英文翻译，他的眼睛怎么一直在眨？我觉得他好像有点问题了， Translation, I think 是不是因为 his 长 energy, I think now seems to go 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因为全天的翻译的关系，所以他现在想睡觉，因此他的眼睛一直在眨。 I'm much older than 我 him. 我比他的年纪还要大很多，但是看起来我好像比他有精神，我还有更多的 I think 能 that 量。 Also, I think make differences. I think way of thinking. Oh, too much sort of anxiety, right? 所以 Then bring 过分的忧虑 also they're losing more energy. I think. 也会让你 What other people say? That 那 attitude 让你丧失 can 许多的 can 能量。 preserve right? Our energy. Retain. Ah. And retain the energy. Got it. So therefore, I think the connection, 所以 more sort of danger of heart attack, 为什么会有罹患心脏病的危 way 险？ of thinking. 这是跟我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密切的一个连接。 So therefore, 因此， physical well-being also very 身体 much 上的一个 related 健康 with 其实跟我们的 mental attitude. 思想呢，也是有非常极大密切的一个关系。 And at one occasion in Japan, 有一次在日本 one，group of doctors came to 嗯 see me. 有一群的医 and 生 we 来看 just 我， discussed something. 那于是我们在 One 讨论， doctor asked me, 有位医生问我， in hospital, 在医院， relation, patient and doctor, 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very, very. 他认为互相的信赖是非常重要的。 So how to develop trust? 如何建立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互信？ Then I answered, 于是我回 "Oh, 复 I 到 don't：“ know. 我不知道， Perhaps 说不定 again, the doctor's side, 从 not only 医生的方面， treat 不只是想要去治疗 but 病人 also 而已， is showing 在这个 genuine 同时，应该要流露真诚的这种关怀， perhaps 爱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必须要去真诚的流露出来。 may create more trust. 所以我相信，由这一种的一个 Then they 啊 agree. 反应，绝对会带来病人的 So I 信赖。 think everywhere, 所以以这个为例， really 任何的地方， makes 真正从内心深处发起的一个慈爱，绝对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now natural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那以国际之间的一个 I think trust. 关系，互相的信 Many 赖， years ago, 在许多年 I 前， wrote a 我 small 写了 sort of article. 啊 I think 文章， almost 30短 years 篇的文章，大约在30年前吧。 I wrote small sort of article. I wish 我希望 leaders 这些的领导者 of，these big countries should have 这些国家的 some 领导 certain 者， period for holiday. So 在 leaders 某些假日的时候， without 这些的 any 国家领导人 government agenda or political agenda, 没有透， just 不是因为 simply
媒体或者是政治的关系，只 complete 是 holiday 非常 with their 单 family 纯的 member, 跟自己的家庭成员 children, if grandchildren, all come 跟自己 together. 的小孩或者是 Just 1 week 孙 or 子 2等 weeks, spend 一 just 个礼 normal 拜 for the human 或者是 family. 2个礼拜， That may help to bring genuine friendship. Once that kind of friendship there, 能够一起的 then serious 互 different 相 sort of 安乐的一 political 个相处。 agenda or other 那 issues, 这样的话呢，就会 then can discuss. 产生真正的一个友谊。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Otherwise, I think 就 many problems 可以透过一个友谊的一个真诚友谊的一个态度呢，来去讨论这种的问题，来去进行解决。 lot of 否则的话， unnecessary 就是因为缺乏了内心深处的一种信赖，所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只是透过非常官方的方式去解决。 So then, more suspicion. Then eventually, more anger, 所以越多的疑虑会带来越多的 or uneasiness. 怨恨，越多的焦 That 虑， transform anger. That transform 这 violence. 些都会转为仇恨的。一旦有了仇恨，就会制造暴力、 Trust, 害人的行为。所以，信赖、 friendship is 信任 essential. 以及 So, 与他人拉近距离，这是非常重要 so 的。 now compassion. 所以，慈爱 All level, 有不同的层 global 次。 level, national level, 有讲到 or 国际性的， family level. 或者是 I 国 think 内的， compassion, I think, 或者是社会的、家庭的，或者是个人等不同的层次。但是，无论在任何的角度下，慈爱都是非常重要的。纵使是以自己的身体健康而言，慈爱也是非常重要的关 then 键。 perhaps, although it's not nice to talk about marriage by a 虽然 Buddhist monk, 身为佛教的僧侣， I think 不 marriage 适合去讲到婚姻的问题，但是还是得讲。婚姻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人类的一个本性之一。 is 有 all normal. 婚姻的缘故，所以我们会有新一代的人类，下一代的人类，像 Sometimes 是哺乳 I 类动 totally 物的 telling，所以 people 有时候会半开玩笑的说着， that in order to take good marriage, 为了能 you 够 need 啊、 external beauties 更 as well 长 as 久的一个 internal 婚姻 beauties. 所以你必须要有外在的美丽以及 External 内在的美丽。 beauties you can make up. 外在的美丽，你可以透过化妆， At different color or different things. 不同的颜色， Anyway, sometimes I think 用 quite 不同的产品 expensive.。我知道这是应该蛮贵的吧， Perfume wear. 香水 Or some other thing. 或者是其他的胭脂的， earring. 或者是 like that. 耳环等， And then different colors. 以及不同的颜色 Some colors 涂在脸上。有一些的颜 look 色呢， like come from 看 other 似 space. 好像外星来的， 以及头发。 But good marriage, 但是 lasting marriage, 永恒的婚姻 depend on inner beauty. 是完完全全的依赖着内在的美丽， Externally very beautiful, 外在 very attractive. Both 非常的美丽，非常的 male 动人， also that, female. 无论是男生或者是女生。 On that level, marriage take place. And after a few weeks, 如果只是依据这种而来结婚的话呢，过了几个礼拜，过了几个月， the 慢慢的、 inner 逐渐的知道他的 ugliness 内在的丑恶， then both sides really 双方呢 feel. 真的就会觉得相当的困难 Isn't 了 it?，不是吗？ So I have one sort of, many years ago, I think 40 years ago, 40年前 official, 在一个官方的 official, 一个 previously Mongol 活动下， a very good one, very good one. 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And so one day, I tease him. 是一位西藏的僧侣，
后来他还俗了，于是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你的太太不是长得很好看哦，这样子。”于是呢，他回复我说：“她的外在虽然并不是那么动人，可是她的内在好漂亮。” She told me like that. 他跟我这样讲， So therefore, I think the inner beauty. 我想，因为他这样说，所以我想内在的美丽真的是很重要。 What is inner beauty? 那什么是内在的美丽？ Warm heart, 那就是温暖的心， and respect your partner. 以及尊敬您的另一半，完完全全的站在他的立场去着想。 That's I think basis of 我 happy 想 marriage, 这个就是快乐的婚姻以及永久婚姻的主要根本。 and leadership, 同样的，像领导者、 politicians, 政治的领导者， not only just不只是 expert talk, 很善于表达而已， but want something promised, sincerely carry that promise. 而是一旦他答应的事情， Sincere, 必须要有头有尾的来去做到， Kasada. 而且非常认真的、 Honesty. 严肃的来去看待事件，非常的正直的个性 Many years ago, 这是需要的。在多年 I 前 may，not mention the country, but one politician 我不想要说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 of one country asked me, 在有一个国会议员，他跟我讲到 "Hi," 他的目标， so he asked 他的目标呢 my 可能有点过高，于是呢他需要我的建议，我的意见， how to behave as a politician. 如何达到他的目标。那于是呢，我表达 Maybe the politician also the society. 政治界 dealing with 是 the 跟 voters, 社会是不 voter 能 means 脱轨的， society. 是不能脱离社会的。 So, 所以呢， because of that, straightforward, 你必须要非常的正直， honesty, 非常的 truthful. 诚恳。 Maybe these are important. 我想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关键。 If according the circumstances, if 如 you 果 say 根据不同 something, 的这种因缘， 如果你讲了 today, 一些 different 话， circumstances, 但是在 saying 不同的一个 different, 因缘下， then people 如果你改变了你之前的话语，那这样的话， may 人 lose 民 respect. 群众不会 No 相信你 matter。what, immediate 所以无论 consequences, 在任何的因缘情况下， firm, 你必须要坚持 truthful, 您的承诺， straightforward. 而且要非常的正直。 So I feel like that. So therefore, I think in all field and economy, 所以无论是任何的一个 if the 层次下，像是 company owner 不只是政治而已，像是经济来讲，如果我们只是想要赚钱而已， don't care about 我们完全的 employees' 不在乎雇佣的这个员工 genuine 的一个 good, 权利， close relation 跟员工之间的 employer 建 employee. 友谊或者是 Then 关系 company 没有建立好的 difficult 话 to，success. 那这个工厂是不会有成果 And 的， then also these days, 不会成 because of 功的。 media, 而且现在 company also 因有 need 媒体， good name. 所以 If company 这些的 teaching 工厂 something here, 大 something 公 there, 司 eventually 需要company's name 美名呢，所以这一种美好的名誉是透过于媒体的力量。 So in business field 如果 also, 我们没有做好的话， firstly, 那对于我们的名誉会有很大的损害。 towards employees. 所以 Then employee with 从 satisfaction, 一开始 not only salary, but some 上 kind of 层的 satisfaction. They work 主管 sincerely. 如果能够对自己属下的一个员工，以一个非常真诚的站在他人立场的一个角度来去关怀到员工的一个权利的话， when we passing, when we go, 这是 aeroplane, 非常重要的。 one sort of story. One my friend Tibetan 我有位西藏朋友呢， in the aeroplane. You see those 他在飞机的时候， hostess. You see they very sort of 他是空服员 smiling and 他说空服员呢 ready to 看似 help 非常的 you. So that person 喜悦 when reach 而且呢 one 都会 airport, 完全全的去照顾 so 你， that person asks 而且对你非常的好。但是这个空服员一到了机场，下了飞机之后，
No 于 bother. 是呢，他看到同样的空服员，于是想要请这个空服员帮忙， So I 但是 think 这个空服员连 everybody 看都不看他一 goes 眼。 there, smile and 于是呢，他 show 觉得很矛盾， everybody. 因为在飞机的时候，我的这位朋友呢，他觉得哇，这个空服员怎么这么好？ So, 但是一下了飞 outside, 机，就完全变了一个 no 人 care.，完完全全连看都不看一眼。 like that. So therefore, I think every human field, even animal, 所以在任 if 何的一 you 个 show kindness to them, they 角度 also 下 respond. They very much appreciate. 纵使是对动物， The other 如 day, 果我们 I heard 真正的 him ask you to do 关 these 怀 things. This I think no 关怀 ability 动物的话呢， to show us 那动物呢 the 也会表 appreciation. 态出爱和被爱的一种互动，所以我们也会从动物上体会到，除非蚊子 So anyway, 没有办法， So like that, 我们对蚊子好，蚊子没有办法表态出爱和被爱的这种 compassionate 这一种的互动吧。 attitude 所以内心深处的一个慈爱 is very, very important 是非常 for 非常 one's 重 own 要的， well-being, one's own happiness. 对于自己的快乐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要认为说修学慈悲是宗教的问题，或者是修学慈悲只是对他人有利， Necessarily to oneself. 不是对自己， Totally mistaken. 那是完全的错误。 So whether religious mind, 无论是透过宗教或者是非宗教， irrespective of believer or non-believer, 或者是相信宗教或不相信宗教，你必须 importance 要 of compassion. 认知慈爱的重要。 You should not think compassion 你 is 不应该 something 认为 not 慈爱呢 much sort of helpful to oneself. 对自己没有利益，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Since from childhood, we 自从 already equipped 幼儿起，我们就已经需要了 the seed of compassion. 爱的这个种子，已经有了。 Mother 我们从 and 母亲 ourselves 获得了这个爱的种子，知道了什么叫做爱了。 in order to become parent, the seed already there. Now that seed 那这个爱的种子，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保护它， whole our life. 养育它， Biological factor compassion is 直到我们死亡为止。 biased. 虽然这一种慈爱的种子，并非是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大爱。 Depends on others' attitude. 虽然这种的慈 That 爱 seed 是有一点偏移的，是有限的，是必须要依赖着他人的反应而去产生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纵使是如此，可是它是爱的种子啊。 can further develop 所以透过这种慈爱的种子， unbiased compassion. 我们才有机会能够展现， Not based 到无限 on, not depend 能够 on 展现到 others' 无限 attitude, 才能够 but 成为 rather 真正一个不偏不倚的一个 others' being 无限大爱。 So that kind of 所以这个 compassion 爱的种子 can 绝对 be 不能放弃，因为它将来 for entire sentence. 透过智慧、透过理由的一个认知， Infinite 我们 compassion, 将来可以把这种慈爱的种子 unbiased 呢， compassion, real compassion. 升起为爱自己仇敌的这种大爱，这是绝对可以做到的。 So compassionate. If we become compassionate person, 如果 then your life 我 becomes 们变为了，我们成为了慈爱的人，具有慈爱的人，我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 happy, 充满了意义了。 calm, 因为 peaceful. 直接的利益对你来讲，你会有内心的这种无比的温暖， There are surroundings, 而且内心深处的勇气。 or including animals. 所以你的四周的朋友会有你的安详，会想要跟你在一起。 Of our life, you feel happy. 所以你在这一生，你的内心深处都一直都拥有着快乐的味道，快乐的温暖， Friendly, 内心的和平带来更多的友谊， 以及良好的环 you 境、 really feel happy. 温暖的气氛。所以 Otherwise, at 你 that 绝对是快乐的。 moment, 在慈爱的 even 当 you're 下 a，billionaire, 纵使 those money, 你 nothing 是 can be used. 如果缺乏了慈爱，纵使有再多的钱，纵使是亿万富翁，也是没有用的。 Also the 他没有办 no 法 matter 买来 good, 内心的 a 温 good 暖， body, a beautiful body, 或者是再漂亮的 everything. 再庄严的这个外形，也没有办法带来内在的这种温暖 Genuine。satisfaction. 所以内心真正的满足 If，your whole life 唯一能够形成的方式，就是从内心的这种爱的温暖而产生的。 clear. 我们有了慈爱，是绝对不会后悔的。 The theme did my way. No, purpose of life. So, 所以 purpose 今 of 天我 life 演讲的主 is 题 naturally 就是什么是人生 meaningful 的 life. 意义。 So 所以 in order 人生的 to 意义 make 呢， meaningful life, 为了能够达到 ultimately, 人生的意义， is the key factor.
所以温暖的心、 So, 慈爱的心 that's my，talk. 这是 Now 唯 for 一的 questions. 关键呢。 So, if you feel 如果你 some 觉得 point, 我上述讲 worthwhile 的 to think, 有一些道理的话 then think，那 more. 希望你们多多的去思维，认真的去 in 思考 case 上 some 述的这个 people 内涵。 feel 如果 these are 有人在此觉 not 得说 important, 这个 not much of 上述所说的 interested, 内容是不 and then 重要的， forget. 或者是不想要听的话，或者没有兴趣的话，没有关系，不要听， I will 你的话你就 leaving- 把它放 I'm 弃， leaving tomorrow. 因为我要离开，明天我就离开 So 了。 all these problems, 所以 no 让这些的 problem 问 will 题 be 或者是 with you. 你的问题， Nobody 留给 will 你吧 share that. 没有人会跟你分享这个问题。 How? 就是今天的演讲到此，要现在进行 Melhong. 今天的演讲到此。 I see. The written question, few written question here. 那在此有一些的问答题， Okay. Bhutanese. Yes. My question is that about eating meat and slaughtering animals. His main sort of question is 那他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 vegetarianism. 素 So 食 that, of course, 素食主义啊。当 I 然， think health viewpoint 以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and also the now when we actually 当我们 imagine how much pain can 仔细的去想的话，这些的动物被杀戮的时候，它们有多么的痛苦啊， really terrible. 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啊， So 真的非常的可怜啊。 reflect on these things. 所以透过这种思考， The vegetarianism 所以我们可以知 is 道， really 素食主义 logical sort of right. 是以逻辑上来讲的话，是绝对需要的，是有理由的。 So the promotion of vegetarianism. 所以推动 is very, very 素食是非常重要的。 Thank you. Then, What methods would you advise to deal wit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I think I already mentioned. 透过什么方法来去解除忧虑？ Open your heart. 所以我想我在上述的演讲的内容当中也谈到了，也就是打开 You feel 内心的大 all 门。 6 billion human beings, or 所以 at least your neighboring 当你想到您与其他60多亿人口都是 can 同样的 trust or，can 都是人类， can rely, and that kind of feeling develop, and also your neighbors' 那 behavior more compassionate. Then you will not have the feeling, 'cause I mean your depression feeling. I think you can reduce. Then also 当 some 您对 cases, I think 您的这个 biological factor, 四周的朋友 physical factor. 或者是 In 邻 that 居等 case,，you should get medical treatment. 视为您的人类的兄弟姐妹们， Two categories. One, 那这样的话呢，也是可以due to emotion. One, 那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您内心的这个忧虑。 something wrong. 那当然有一些的一种内心的忧虑，或者是像是忧郁症等，那这个是由体内 Huh? 的一种疾病而产生。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We 最 should 好 not 透过 worry too much 治 about 疗 the future. 的服药的方 But 式 with。increasing war and increasing famine, should we not prepare for the worst? Yes, basically, much 基本上 better 呢 remain optimistic. If you keep, so to say, what called pessimism, then that's a real source of failure. That's the basis of failure. So there's Tibetan saying, 9 times failure, 9 times effort. That's important. So you make every effort without losing your courage, your self-confidence. 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纵使是失败了，但是一开始我们的动机是正确的，所以我们 Pessimistic attitude, and then 因为一开始的动机是正确的缘故，纵使 really, 没有成果，但是我们并不后悔。 meantime, I think we Tibetan community, refugee community, 我们西藏的 right 流 from 亡 the beginning, 社 one 会 slogan, that is 一开始就有一个口 hope 号 for the，best, 那就是 prepare for the 我们要 worst. 期望
最好的， last 可是我们要对 down here 最50坏 years, 的情况而做 we 准备。 carry that kind of sort of 所以在过去的50年当中，我们保持了这个原则。 There's no guarantee. 当然， Everything 我们没有办法保 goes 证 according to your 一切的事物都会像 So 我们 therefore, 嗯 as a human being, 祈祷般或者祈愿般的能够心满意 sentient 足。 being, preparation for the worst is important. 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做最糟糕的打算。 What is your favorite animal and food? 什么是你最喜欢的动物还有食物？ Ka? Simjini, kare? What is your favorite animal and favorite food? I see. Kani. No, skoda. Favorite way. I think cat. 我想是猫吧，最喜欢的动物 Also 是猫。 sometimes, 那有时 cat, 候呢， between dog and cat, 狗和猫 I 里 think 面 dog 这两者里 more 面 disciplined. Cat sometimes more independent. 狗会比较依赖主人，但是猫会比较独立。 Cat 可是 always remain 猫 very 呢 clean. 因为它非常的干净， Uh, 它保持自己的一个 dog sometimes very dirty. 洁净，但是狗会比较脏一点。 So like that. 就是这样。 And the cat, when you show some affection, then their response 而且当您 like that. 疼爱您的这个宠物猫的时候呢， Special sort of eye, 它们的眼睛呢会非常的漂亮哦， isn't it? 而且呢会这样子咣啷咣啷的在叫的，这个 I 感 think 觉很 many 不错。 occasions I mentioned 我在很多次说到了， when I was young, 当我在小时候， I have some different birds. 我有不同的鸟， So one small parrot 有一个八哥 is in my one what's the official. 鹦鹉， So feed that parrot. 所以我会喂这个鹦鹉。 So therefore, whenever that is a person is approached to that sort of parrot, 哦， the parrot always you see, showing some very excitement. or 有 something. 有人会固定去喂这 Then 只鹦鹉， that 所以呢， official, they give some nuts. And then while the parrot is 所以呢， eating, 这个喂食的人员来去喂这只鹦鹉的时候呢，鹦鹉会非常的高兴， on the 会非常的喜 on the 悦 head。of the parrot, go like that. 那于是呢，他喂完这个鹦鹉之后呢，那鹦鹉会非常的高兴的缘故，所以他喂完之后呢，会用手指呢，摸了他的额头， So I 所以这个 developed 鹦鹉 some 呢， jealousy. 会非常的温驯。 所以呢，于是呢我看到这种 So 的 I 情 also 况， is the one that 我 kind 看到 of 这种 response 情景 from that 之后 parrot. 呢，我有一点嫉妒了。于是呢，我想要喂这个鹦 I'm 鹉，这只鹦鹉了，所以我是达赖喇嘛， So therefore, you see, the must show is the more sort of. 所以他应该会更友善的对于我吧。 So poor animal, you see, do not know that. So 但是 anyway, 这些的动物 I 他们却不知道， to develop that kind of friendship. 所以呢，我也想要跟他建立 few 友 days 谊。 I try to 所以 give some 有 nuts. 几天内，我给他一些花生Then that parrot 坚果类吃， take the nuts, then showing very negative attitude. 但是鹦鹉给我的反应呢，却是非常的不好的。于是呢，我就生气了， Some tin stick 于是我就拿比较 to 坚硬的这个棍子呢，给予他惩罚。 So after that, 之后呢 no hope make 就没有希望建立友谊了。Next question. Oh, color. 食物 Food. I think I am Buddhist monk. 我是佛教徒， Even in my own kitchen, usually 在我的厨房里 I 面 have，the sort of attitude. Whatever you see the cook made 我 should 一般我的原则是无论做什么，我都应该要去使用，我都应该接受这个食 whatever 物。 also. 所以同样在饭店也是如此， Whatever sort of meal available, 有什么都可 that's 以， my basic sort of attitude.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原则了。
Then as far as, of course, I'm not pure vegetarian. 我不是 Early 就是素 60s, 食纯素 that 食 means。65, 大约在65年的时 I 候， try 我曾试 to 过 remain vegetarian. 啊、 So next 素食 20 month, I remain 但是20 vegetarian. 在 No 这 egg, 20个月 no fish. 20个月份当中，没有蛋，没有鱼，没有 Then 肉， I develop 纯素 what's 食。 called appetite, jaundice. 但是之后呢， Quite serious. 我罹患了 Then whole 疾 my 病，而 body 且 become yellow. 非常的严重。于是呢，我的 Nails 身体 become 变 yellow. 成了So truly become 黄色 living 的，黄的颜色，看似活生生的佛一样。而且我的眼睛也变成了黄色了。 Buddha, not through spiritual practice, 那 but through 这种的 ignorance. 活生生的佛，并不是透过修行而去成就，而是透过饮食而去成就。 See, they both, the physician for both the allopathic as well as the Tibetan medical 所以无论是西医或者是藏医呢， traditional medicine 西藏传统的这个医生，他们都一致的建 to 议， remain 最好 previous sort of 像之前一样的饮食 that's 习惯， non-vegetarian. 应该要去恢复。所以 So, but 因此我成为了 meantime, 非素食 主义者 they,。once a week, once in 2 weeks, some non-vegetarian food. But then something like 但 hotel, 是 big hotel, 我 in any case, 平常 the non-vegetarian food 在 is 1个礼拜 available. 或者是2个礼拜 So then, 才有1-2次的 not 这一种 under special 荤食 sort，of 但是在饭店的话呢， mixed chicken. So that is not intentionally made for His Holiness. 并没有说特别的要为达赖喇嘛所准备，那我就 Meantime, 吃什 this is 么， my 有什么就 childhood. 吃什么。 Oh no, not childhood, 从我 teenage, 从我大概10几岁 I 起， think 14, 大约是14、15， then all Tibetan government festivals, 在一切的 lot of meat, all stop. 西藏政府的一个节日当中，都会举办 Vegetarian. 都会准备许多的肉食。那因为在我的一个 Come to India 鼓励下，所以呢， since I think last now. 减少了许多的这种肉食，最后都成为了素食， All 以素食呢 major 来去 monasteries, 举办。 common kitchen, 那最近 all serve 在我的鼓励下，那现在所有的这些大寺院 between 都不能开荤食， Indian 必须要 vegetarian 去做 food 素食。 and Chinese vegetarian food. 印度的素食和中国的素食，以我来讲，印度的素食好像比较好吃。 Good. Next question. What can we in the West One I think one story. 有一个故事呢， Recently, 最近 I do not want to mention the country. 我不想讲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有个地方， Quite a busy day. 因为非常的忙碌， Lunch. 所以午餐呢， arranged in one sort of what's the place where I give talk. 他们就在一个演讲的地 So 方准 that 备了 day, 午餐。 because of talk, 在那一天，因 from 为 early morning, 从一大早 I feel hungry. 就有很忙碌的这个行 I'm 程， very 所以我就 sort of 非常的 enthusiasm. Lunch. 饥饿了 And then 所以 I 呢， entered 我对 the 这个 room, 午餐保持 the lunch 很大的期望。 only kasadi. Pali kasa. Kasa means what call? Kasa. Sandwich. Oh, sandwich. Only sandwich. 那时候呢，午餐只有三明治，没有真正的午餐。 There's some water, and then also 以及一些水而已。在另外一次，还有一次， I think Vietnamese vegetarian food, 越南的素食吧， very good quality, but 非常 very 好 small 的一个 quantity. 非常好的品质，味道非常的好，可是怎么量这么少啊？ Now, they usually I do not take tea. After 一般 the meal. 我吃完午餐之后呢，我不会喝茶，但是那天因为量太少 Tea 了， with milk
and 2 cups. 所以那一天呢，我喝了奶茶，还喝了2杯呢。So that's another thing. 还有另外一个， Whenever I go 无论我去何处， travel, air travel, right? 在飞机上， The 旅行的 night 时候， travel, right? 如果是要隔夜的去飞行的话，那隔天早上到的时候， Usually the aeroplane used to serve breakfast. 因为在飞机上有给早餐嘛，但是 breakfast 飞机上的早餐都是非常减少 So I 的、少 always 量的， carry bread in my bag. 所以我都会在我的声带里面呢放了面包， So looks as Dalai Lama's was a holy bag, 像是达赖喇嘛的圣 but actually 声带， inside some bread. 但是实际上里面是有面包的。Yes, sir. Next question. What can we in the West do to assist Tibet? 我们身为西方人，要如何帮助协助西藏呢？ Thank you. 谢谢，谢谢。 I think firstly, 首先， educate real 学 situation, 习什么是真实的情况，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 the reality 真实的情况 situation 是什么？ about Tibetan culture, 无论是西藏的文 about 化， the Tibetan 或是 quite rich, 西藏 profound. 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个佛教 And then also 的教义 Tibetan past history. 以及西藏的历史 I，think it's important to make known these things. 应 Particularly 该要去了解， our 这 Chinese 是非常 brothers 重 and 要的 sisters,。尤其是 I think should 华人的兄弟姐妹 educate. 更需要去学习 Sometimes 这方面的 they 内 got 涵。 just 有时候呢， one-sided information. 他们只得到单方面的资 Now, 讯 for，example, 像是 after Tanda March, 3月10号后， in April, 在4月 I 份，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我 then 到美 May 国， in Germany, 以及5月德国， everywhere. 之后英国。 Chinese demonstrations. 我到何处的时候呢，都有中国华人来抗议。 These 在 Chinese 许多 young brothers 的这 and 些 sisters, 地方，尤其是这些年轻的这一代 because，they do not know 太情绪化了，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实际的状况，真相是如何。 when I 当我 explain 解释 we are not anti-Chinese, 的时候，我们并非是反华， Olympic. 我们并不是反奥林匹克。 I support 相反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完完全全的 when explain 支持。但是当我在解释的时候呢， emotion a little bit cool down. 好不容易他们情绪呢才慢慢的有一点 So these are because of 静 wrong 下来的 information. 感觉，因为 Unfortunately, Chinese government 错误的资讯， create that 很不幸的，中国官方创造了这种错误的资讯，真的是 even Chinese 非常 government 遗憾的事情。纵使是中国的总 in 理， front of world media, 在国际媒 all 体的 these 面前 all these crises is created by 说了，这一切都是达赖和达赖的集团所创造的、所策划的。 So at that time, I immediately appealed to 所以 international 当时 community. 我马上的呼吁西藏马上呼吁所有国际的这些 Inside Tibet, 组织 as well as to 请你们 please come, 从头到尾做彻底的一个检查，观察真相，甚至于你们要来达隆萨拉都可以来看我们所有的这个文件， those records which my 以及 talk to 听 Tibetans. 当我见藏人的这种录音， Welcome. 你们可以都来观察，我非常的欢迎你们，甚至于中国的官方，我们也 We can 邀请中国当局派人来去调查我们的档案， I think 那是非常 without 遗憾的， proper sort of 因为缺乏了正确的这种的资讯， But 只是 doesn't matter. For myself, it's no problem. Whether 只 it's 是 called 想要去抱怨 me 或者是 as a 发泄，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的。 with Buddhist 他们 law. 把我行为人面兽心的 Once 僧 in 侣 cultural 无所谓， revolution, these words once is used, no problem.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曾经有这样说到，那
No problem. 要把我说成妖怪等 Whatever they like. 也无所谓，无所谓他们要怎么称呼我都可以。如果他们真的会快乐的话， So that call me as a demon. No 把 problem. 我称为妖怪 But 也 one 无所谓。 my 但是 concern is 我真的觉得比较伤心的一点呢是，有一些 sincere 真诚的 innocent 无 Chinese 辜的这些 Chinese 华人、 generally, 汉人， particularly Chinese. 尤其是来自于尤其是中国佛教 If 徒， they really feel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达赖喇嘛 so 是 bad, then I feel 双面人，或者是恶劣是双面人，或者是撒 many 谎， occasions, Chinese from mainland China. 或者是口是心非的话，那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伤心难过了，因为我遇到许多来自于 They 中国内 always 地的人来见我， express 那他们眼睛流着眼泪 forget us. 跟我说，不要把我们忘记，不要把我们 And 抛弃。 also some Chinese from Taiwan. 以及一些华人来自台湾， My visit 因为 postponed or because of that. 我的访台的时间延长， Second visit, then 自从第二次访台的时间延长之后， because of the 所以我没有 pressure 办法 from 持续访台，因为 Then some 来自 Taiwanese 北京的压力， also 所以这些的台湾人呢， feeling now Dalai Lama 也希望 forget this and that. 哦 But then I 这些台湾人呢，觉得说好像我把他们抛弃了一样，我抛弃了台湾人。 so some sincere people really feel like that, and that I really feel sad. 但是我绝对没 So 有， therefore, 所以当我遇到这些来自内地的这些真诚的信徒two people 含着眼泪来去祈请 including Tibetan 殷重的请我的时 is 候， helpful. 如果他们得到的资讯错误的话，我真的会觉得非常的伤 As I 心， mentioned earlier, 这是我比较在意的。 people are most important. 人群的力量是非常的 重要 People 的。 from China's case. After all, people, Chinese people. are 以 the- 中国人民共和国来讲的话，其实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So educate these millions of billions of 所以 Chinese wrong information. 上千万、上百万、上亿的这些人民， It's quite. 必须要透过学习来去认知真相 Like 是如何。 recently, some kind of sort of anti-Japanese movement, 像是最近的反日的活动， emotion, 或者是反日的这种强烈的情绪， or also say anti. 或者是反 While I 法。 was in America,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 April, some 4 demonstration 月的时候， in 那一些的 CNN 这些 headquarter, 抗议 and 者 also I think BBC 他 headquarter. 们也 So actually, 反了 these 这些 are not CNN 还有 BBC 的这个两大 The 媒 other 体 day,。I told them, 于是 not anti-Chinese. 有一次我跟他们 Now, for 说， example, 我们并非 after 是反华 earthquake,，the 就 Chinese 像什么呢 central 地震 government 之后 telling about these sort of victims. World media very much 中国 very 当局 sick. They are truly 很 anti-Chinese.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呢，去拯救了这些受灾 So 者。 that means 国际的媒体都有去报道， objectively, is that? 而且非常正面的报道。 So I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BBC 所以我在此 not 解释说 pro-Tibetan, ，BBC 还有 CNN 呢，绝对不是说保护西藏，而是保护真相。 developed during 所以我坚信 Falkland War. BBC report very objectively and openly. 在 Falkland 的这个战争的一 So at 个 that 实 time, 相上 British Prime Minister ，BBC 呢非常正直的 actually 报道了 complained 这件事情 about BBC report. 所以当时候的英国总理呢抱怨了 BBC 的这种报道， The British Navy. 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对于英国的 So 名 at 誉有 that 所损 time, 害 I。developed 那时候呢，我真的内心想到，BBC 呢 sort of unbiased. 是不偏不倚的真实的报道， So since then, I got a sort of belief. 所以 But it's many Chinese is 由 considered 此 BBC 我真的相信 BBC 的报道 are。anti-Chinese. 但是许多的中国人认为说 BBC So 是反 these 华 are, 的 I 媒体 think,，mental projection. 我想这些 If 都是 that mental projection bring peace, 内心作祟而去产生的 but these 一种 mental 疑 projections 惑或者是一种 really 想法吧。 destroy genuine trust and harmony, and creates more 如果只是个 suspicion. 人的问题是还好，但是如果这种的内心的猜忌 It's dangerous. 损害了双方之间的一种信赖，那不是好的事情呢。
汉藏之间的一种互赖的一个互相的一种信赖的话，那不是一件好事情。 Since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Ottawa, I told 去年我在加拿大的Ottawa 的这个地方，Ottawa 的这个地方，那有少数的华人和少数的藏人，他们呢建立了一个藏汉之间的一个友谊团体。那他们来看我，于是呢，我那时候说到了，真的非常好。这一种的团体，我们必须要在各处建立。无论在何处有藏人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建立这种汉藏的友谊的团体。所以从此，当我遇到了华人或者是藏人，我刚刚还没有来演讲之前，我才遇到藏人。那时候我跟藏人讲到，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必须要与汉人呢建立非常良好的友谊关系。所以，当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应该互相的邀请，互相的认知。那将来如果真的发生像这一次的这种灾难或这一次的一个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友谊、真诚的友谊的一个角度、一种立场来去互相的讨论，否则的话呢，会有很多不需要的负面的情绪存在。所以在此澳洲的朋友们，你们绝对可以帮助这一种的汉藏之间的一个猜忌，是绝对可以做到的。你们觉得呢？有道理吗？ Yes. Now next question.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o parents today? 您对父母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今 I 天的父 already 母， mentioned 我已经讲了， the maximum affection 给予最大 must 的 provide 爱， your children. 爱 And 护自己 spend more 的 time 子女， with children. 多花点时间跟子女在一起，一起分享。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Then next. How do we deal 下个 with 问 the 题， issue of population growth and its impact on the planet? 我们要如何减少人口的增长，在这个世界 Its 上？ impact on the planet. Now that is serious sort of matter.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Now 6 billion. 60多亿人口， Another 15, 20 years. 在之后的15年或者是20年后的话，有可能会变成 Then very difficult. 90亿甚至于100亿的话，那就会相当的困难了。 Within 6 billion, 因为这60多亿人口已经有了很 poor 大的一个差距，那就是贫富之间的差距。 global, not only global level, but also national level. 不只是国家之内的问 Not 题， only 而且是国 morally 际 wrong, 全球 but 的一个问 practically 题。 also source of problem. Now we have to 所以 address 不只是道德上 gap, rich and poor. 我们缺乏这方面一个责任感，在实践上确实是的确相当的困难。 Natural disasters happen. Firstly, those poor people always suffer most. 当天 They 灾 cannot manage. 的时候呢， They cannot look after 这些 themselves. 贫穷的人是第一个遭殃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生存的。 So therefore, this gap, rich and poor, 所以贫富之间的一个差距一直都存在， unless you see, we solve this problem, 除非我们真的认真想要去看待这个问题，而去 meantime increase this 想要去解决 the population usually you see, 贫富之 increase, 间的一个差距。 much rapidly increase those poorer countries. Although the Chinese one-child policy, in a way, is very good. 中 But 国的一个 sometimes 一胎 forced 制 way, I 说不 don't 定 think 是 it 不 is 错的， good. 但是 Through force, 希望是透过教育的一个方式，而去说一胎化或者一胎制， after this earthquake, when I saw 但是不应该透过 young 暴力的一个 children 行为啊。因为在这次的四川大地震之后，我看到一些年轻的学生被房子倒immediately felt 倒塌之后压下来。 how bad. 当我看到这个画面的 Now 时候，我觉得 those 说 children, I think because of one 真的非常的可 child 怜 policy,。因为为什么呢？中国的一胎化的制度 Many of those children's parents only one. 使得许多的父母
只有一个孩子而 Very 已， precious. 所以他们的唯一的心肝 Only 宝 one 贝， precious child died. 唯一的孩子 How much pain? 死去了，所以会有多么的痛苦啊！ Really 这些的 very 父 sad. 母会多么的伤心啊！ So you see, 这是 we 我第一 really 时间的 need, 最深刻的感触， uh,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 some kind of family plan or birth control. It's 家 necessary. 庭的计划和 Really necessary. 控制我们的生育，这是需要有计划的。 So, and then, I think through education, 最主要是透过教育吧， and then another thing, 以及 so that through non-violent way, 透过非暴力的一个途 it 径， means birth control. 来去 So best thing is 节制生育。 more monks, more nuns. 这个代表说，就叫更多人去出家吧。 I think, you see, Tibet case, 以 Tibet 西藏 and 来讲的 Mongolia's 话， case, 或者是蒙古人来讲， I think many centuries ago, I 在 think quite big, 许多的世纪 much 中， bigger than today's population. But because of too many monks and too many nuns, 绝对会比今天的这个人口还要来得多。但是因为许多的出家人，所以呢人口减少。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觉得蒙古人和西藏人给予最大的利益，减少了世界人口的增长。 What? Your Holiness, thank you for your teachings. This question relates to Western monks and nuns. 60 to 70% of them disrobe with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due to lack of support. It's traditional for a master who ordains students to support them and train them. But because Tibetans are refugees, they don't do this. They support their own Sangha. And because of visas, language barriers, cultural barriers, we can't stay in Tibetan monasteries. Often they're full of refugees anyway. It's been 40 years since Buddhism came to the West. Is there anything you can do? You've ordained many Western students and Tibetan monastics, and still many of them are disrobing. It's a real problem.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can do to improve? Because most of us, the centres in the West are for lay people. They don't support the Sangha. Maybe they employ them as administrators. And even the monasteries and the teachings we have to pay to come to or stay in. Is there anything that you feel we can do to change this? 因为 Because it's set in the sutras that 佛法传入西方大约有都4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西方的许多的僧侣里面，大约有60%都会还俗，会有这种的问题。那但是在流亡的这些寺院里面又不接受我们西方人。那在西方的这些佛教中心，如果要去要去挂房的话呢，那又必须要去付钱，所以会有这些种种的问题。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预防这一种就是过多西方的这种预防西方僧侣还俗的问题？ Now in India, 在印度， some nunnery, 有一些的especially for 尼 Western, 师，尤其对于印度人尤其对西方人， have done some 西方的这些尼师们、尼姑们呢， to 在 construct 印度里面 one 居住着。 monastic institution in South India. 那在 for 印度的 mainly 南 for 部， Western 现在也在盖 as well. 寺院，最主要是为了 But that 西方 somehow 的这一些男众出家人或者女众出家人。 So I think I think of existing Western nuns as the quarter or monastery, nunnery. I think we can expand that. Then, as a pattern, as a sort of model. I think many years 我 ago, 们可以就以现在已经有的这个男众出家道场或女众出家道场来去扩张， Western nunnery, Western and one monastery. 或者是建立So 新 that 的 we have to do. 这种 We can 针对西方的这个出家的男女众的 I 道 think 场，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做到 we 吧。 need more close contact. 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这个 I think we can do. 合作， That's not much problem. 应该不会有 And 太大 as 的 far 问 as 题。 disrobe, 至于还俗的问题呢， among Tibetan monks also, 西藏的僧侣里面也有这种问题， disrobe. 还俗的人也在增长当中啊，增多。 So, I think you already hear today some nuns here. See, these also correspondent to us. Whatever way we can support you, 所以在此的一些 to support you. 西方的出家男女众们， Then 如果你们有什么 within 问题的话， nunnery in 麻烦 Australia, 让我们知道，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 that's 去 up to 解 you. 决。那至于要不要离开澳洲，这是您个人的问题。 Right. And some small fundraising, these things we can have. 如果是少许的一个赞助， So 我想 please 我们也 keep 可以帮 contact. 忙，随心保持联系， Okay. 与我们保持联系。 Perhaps last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Then last two questions. Then okay, yes. 最后2个问题好了。 His Holiness, dementia, losing the capacity to use our brain function, particularly in Western society, is increasing. Is there any advice that can help us to stop this happening? Correct. 보시하네. I don't know. 哦，就是人老化 You 之 should 后 ask 啊 those，experts. I don't know. 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记忆 It 衰退的一个 seems to 问 see 题。 from the- 那这要怎么解决呢？ from the 老人痴呆症啊。 early sorrow. 那于是尊者回答说：“我 From 不 young 知道， age, 你们必 young 须要去 age, 问专家。 young age, 我想应该从 training, 年轻的时候 analytical meditation, 要反复的去观察。 like the debate, 如果有这种观察的一个训练，像是辩论等， help 这个绝对有帮助的， to keep 有可能会有帮助 your 的。 brain.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老人痴呆的一个问题。看似如此，应该是如此。 Maybe that's one way. 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一个方法吧。那除此以外，你应该去问这方面的一个专家。我不知道 The next question. 下一个问题。 I'm interested in the role of monks and nuns in both Tibet movement and the Burmese democracy movement. My idea is that monks and nuns play a leading role because of their compassionate nature and because the Buddha taught the importance of questioning, not just following. Important of Buddha, because Buddha taught. Because the Buddha taught the importance of questioning, not just following. Oh ye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why monks and nuns are such brave leaders i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 like Tibet and Burma? Correct. 就是从缅甸还有民主者西藏的这个事情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说，出家的男女众呢，有无比的勇气来去领导群众。 Oh, I see. I don't know. 您觉得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Traditionally, 我想从传统 monks 上， and nuns, 出家的男女众 not su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society. That's my impression. 很少与社会有直接的一个接触。 What? Demonstration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about why monks and nuns are such brave leaders i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 Social justice movement. Oh. You mean these demonstrations? 像是抗议吗？ 领导群众抗议的意思吗？ That I think monks, nuns, see, no family. 我想，因为出家男女众没有家庭的关系吧。 Those see, lay people, 那这些 even they have, 一般的 even the parents, 在家者， they have sort of determination. They have to think about their children. 虽然这些父母亲想要去参与 So I think one 示威游 issue 行活动， maybe 但是他必须要照顾自己的子女，可能有这一方面的因素在。 without family,
They also, you see, sometimes quite active. Then of course, I think the Tibetan case, of course, the 以西藏的问题而言， danger of Buddha Dharma, 因为对佛法造成伤害，会有这种的危机。 Losing the Buddha Dharma. 가, Danger of losing the Buddha Dharma. 네, 그렇죠. Danger of Buddha Dharma. 가. Danger of Buddha Dharma. I see. So I often you see telling audience, 我有时候 English is quite dangerous. 因为刚刚尊者说到了佛法的危机啊，后来英文的翻译呢解说成丧失佛法的一个危机，所以呢，达赖喇嘛现在说，所以呢，我有平常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跟这些听众们讲说，达赖喇嘛的英文非常的糟糕，所以你们要特别的小心。 Mainly, I think that naturally, I think democracy is the universal value. So by 民主 by Ms. 是 also they 全球 they say one more. 就是人权的基本价值， The few 所以 people control, that's not good. 无论是在家或出家，都有同样的权利来去示威游行。如果只是被少数人给控制群众的一个权利的话，或者人权的话，这不是合理的。 The attitude from the military junta towards the one lady, I think, quite was that. Was that? Quite sad, quite sad. So I think these are the factors, maybe. But I don't know. I'm not expert. I don't know. 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 So,，并不是很清楚 Thank you very 详细的 much. 状况。 Good night. 晚安。 Your Holines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warm-hearted and inspirational talk. I'm going to go home and feed the cat and ring my mother. Thank you. Please thank His Holiness very much for talking to us. Thank you.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Hey